算啦。好，来拄则讲逆卡尾啦，吼，垫脚尖就是逆卡尾。我看才会对诶，逆是第三条诶款吼。NI 第三条。好，有来。逆卡尾啦吼，阮想到逆卡尾吼，逆卡尾吼，就是讲嘛会使叫做逆卡，这写这啥看无？逆卡看，就是垫脚尖站起来看嘛吼，叫逆卡看吼，逆卡。逆卡，逆管，逆管吼，伊写管，即个管迄个我嘛是把几个班圣经才学着吼，管，逆管啦吼，骹后加后骹甜，这应该是读甜吧？这汉字我看无。提管吼，是芭比安怎？写曲加无声。无声啊，好好。Hello。莫开试验，哦，有啊吼。有啊，逆卡尾，你讲遐有加个无声。哦，安尼吼，好。逆卡尾啦吼，逆卡尾吼，逆卡尾。啊，逆管哦，就是相反啦。就是垫脚甲后骹后甜压管啊，叫做逆管啊。即个动词敢若用遮尔，无别位啊啦吼。逆。为啥无逆卡？敢若有逆管，无逆卡伫倒位啊？伊敢若是收伫另外一页。逆卡，敢若是页尔。逆卡尾，逆卡尾伫遮吼。芝麻打得了，无啥物其他意思啦吼。啊，这个动词呢，敢若全世界敢若无别项通用啊，敢若用遮吼，逆卡尾、逆管吼。啊，所以就学去啦吼。我知影这变成就学去，敢若即字高即字吼。伊写企鹅的企啦，吼，但是读是读做泥吼。这是要哪？我看嘛，我用监字典测看嘛，到底这汉字要哪用对一字较？监字典汉字，伊嘛是写企鹅的企吼，企吼，强面毋是读做强白泥，强白泥。这什么意思？汉字看无？强白逆卡尾，逆管，逆卡看吼。强白泥，但这个词都毋捌听过。强白泥，来我查看嘛，强白泥，我是读对啊毋对？直接用泥放伫上落尾来查看觅泥，细泥，强白泥啊！但你老师顶嘛有想吼，
强白年是无可奈何吼，无答话得忍耐吼，叫做强白年啊。但是我毋捌听过啦吼，强白年我要记我哪记袂起来。强白年食较忍耐甲食吼，强白年食吼，所以强白年就是足勉强的就对啦，强白年啦吼。我即个词我毋捌听过呢，强白年。强白年就是勉强啦吼。这要安怎查呢？我要查看别位有人咧安尼用无？我看这个 TJ 应该是有收。用迄个用啥？用册台语册，来册台语。强白年 ，KIUNN 第7条。强白年，但你大声点收有强即个高字的规则，就是固执、顽固、傲慢，强。蚵仔菜头子尾套心吼，就是强。但是无例句我不要用吼。我拄则煮菜头汤，结果真正菜头子无透心，搁定哦，就是姜吼。伊敢若有高一字的，无啥物其他的词啦，连例句都拢无。姜白年。好，我来甲 Google 一下好啦。姜白年 KIUNN， 用白话字 KIUNN 第7条 PEHNI 第3条，姜白年。台语姓网也有你规则哦，这是就是这词典。姜白年的意思，姜白年的意思，台语大词典，伊收的这嘛是台语大词典的意思。传道歌，来传道歌。毋知猫有捌听过无？听过人讲姜白年，遮传道歌，这是你讲啥？请问看报的兄姊，咱来经营一公司吼。无利息本的生意，就是无趁钱啦。咱经营一间公司，无趁钱吼，了钱的生意，目的毋是想趁钱吼，还是我第就跳到第4趴啦吼。也是日台共同义，免用苦心强白年，什么字啊？哦，佚佗念歌煞捌字吼，就是佚佗念歌兼捌字啦吼。大兴乌莫西路伊哦，这乌莫西路是字句啦吼。
大兴欧摩西洛伊，应该是台县啊，但是为什么写大兴我都毋知吼。伊我看伊汉字写台县吼，台县欧摩西洛伊吼，就是非常的趣味啦吼，真正深色，搁真奇吼。耶稣叫咱做顶吼。好啦，伊头前我咱过2趴，我毋知你讲啥物字吼，我伫就是讲，无好啦，我看者吼，龟头行马教人字，这第2趴吼，字母一本2000钱吼，人话读习免先生吼，家己会当读习啦吼，家己独立学习啦吼。路边学校免开钱吼，起头试看2-3字，以后渐渐拿加添，每日免讲5分时吼，逐工读书读5点钟，5分钟就好啊吼。一个以来温捌字吼，一个月来你就有法度捌字啊吼。伊即摆应该是咧讲迄个白话字吧？虽然自头到尾无讲到白话字啊，我咧又应该是啦吼，也是历代共通字，免用苦心求白念吼，直接用着哈求白念吼，就是免用苦心啦吼。佚佗念歌刷捌字吼，你若佚佗若念歌，你兼刷捌字啊吼。好，安尼求白字直接用着啦吼。我用Google求白字吼，我看阁有倒位求白字。无安尼。来，遮个有一个，来看嘛。求白字，这我要安怎？N I 第3，好来，伫遮哈。这边对开始看去啊。讲雅国展言玉雅国展言玉，看见玉石来，就求白字起来坐吼。求白字起来坐，就是勉强坐起来啦吼。求白字啊，即若阮爸若个伫，我绝对甲问啊，我你捌听过？听人安尼讲过？有时阮爸因就会知吼，毕竟因大我加大我20几档了吼。求白字，过来，我看阁有。会用，即马看会到，拢是当然就是白话字嘛，拢是教会留落来用一个句啦吼。教会文献所留落来一个句。大道王干嘛下哟？无，伊这毋是求白字。无啊。就安尼尔，好，求白字啦吼！我即个书我调工尽量看袂当甲学起来袂吼。好，咱转来，咱开始啦吼！即马才开始真正要读半点钟吼。拄则就是因为忽然间想着念卡宝即个书，然后所以问甲。爸比考看伊捌即个词无伊袂晓，袂记啊！伊捌学过袂记啊吼。念卡宝啊，伫
因为对这个拟哩吼，这个动词其实无用到别位啦吼，就干那拟卡贝这个所在才用到这个动词拟哩。啊，但是我另外查其他，比如讲伊个强白拟吼，强白拟，我咧用嘛是应该是含白强白强白拟，因为是 ph 吼，第4条变调做第8条嘛吼，第7条。173强白拟，我拢袂记变调吼。强，是第3了，第7变第3嘛，7变3啊，4变8吼，3倍3吼，3倍3，强白拟吼，勉强的意思就是强白拟吼。好，来，开始读日子吼。1658年正月24号拜四，天空阴暗吼，乌阴天啦吼，透北北西风。顶礼拜日出航的迄寡篷船，今仔日上午又搁转来入港，因为强大的北北西风，无法度去到西南的沿海去。正月25号。拜五晴朗而且寒冷的天气，透北风，交一批纸单互西那生理人，纸单木啦吼，纸单茶啦。1月26号拜六，透早天气良好，平静，微风对东方开始轻轻吹来。昨日又搁来入港，毋是昨日，毋是昨昏啦吼，昨日是前天吼。昨日又搁来入港的迄寡篷船驶出港外，今仔日写2张批寄去南部，一张寄互船只的木工吼，叫做 John Shipper 吼。咱来看一下 John Shipper 的小解，讲伊是1656年12月担任木工，1658年以船只的木工被派去南部去普查吼，去。测一寡茶啦吼，要去遐来测会当用来造船甲修理船只的茶的树仔吼，要去遐测树仔，要普茶，要测一寡茶吼。我用测茶啦，我袂用普茶，普茶我感觉怪怪吼。咱来看一下这动词吼，普甲测到底是差伫倒位？为什么我会语感会感觉讲我爱讲测茶，我袂讲普茶吼？好，先来查这个普哩 ，PHU 普 PHUT 吼。put， 但你动词练规则叫做出力回向吼，各会记得咱礼拜日学着拍摊回啦吼，摊回啦吼，出力摊回吼，所以我就袂讲很像啦吼，你怪怪啦吼，就你大概你平常伊个表达会讲摊回来拍。来切吼，来切落长吼，出力摊回拍切落长，叫做 put 吼。我用华语规则是用力横向砍，叫做 put 吼。出力摊回来 put 吼，来拍，伊讲拍切啦，这是你写啥我看无吼。好，例句 put 做杂，就是 put 做一杂一杂吼。put 树咧吼，即咱看下日文版的这乌白写吼。put 袂长吼 ，put 就斩不断吼。put 伫遮吼。好 ，put 做伊那是做加 ，put 做加 ，put 做加。哦，伊的飘音是 put 做。加吼，负担子你不起去了，就是甲读做两过啦吼，
扑最哦，扑最扑若最扑最贵吼，应该是贵啦。我拄则读过，我甲即个卡那音标，我甲读做过，应该是毋对吼。扑最贵，扑最两贵啦吼，扑最贵啦吼。伊无写吼，扑最贵吼。另外是扑树咧吼，扑树咧我拄则看伊标新闻啊，标音看无吼。扑树咧，就是甲茶诶，即个树枝斜斜啦吼，粗安尼扑落吼，扑袂长吼，就是免鬼说扑袂长吼，这是扑。过来呢，错 ，CHO 错第三调。错茶、错树、万刀错是刑法的一种，用插刀破开叫做错吼。伫倒位呢？遮错树就是伐木吼。八字不可吼，错树就是伐木吼，错茶嘛是kill 吼。好，安尼，所以你敢若就安尼解说，你会当理解讲啊，错茶甲扑茶有啥物无共无？错茶伫我诶语感，就是会当用来表达伐木诶意思，就是伊诶日文版诶解说伐木。错茶、错树啦吼，错树、错茶、伐木。伊错树才写伐木吼，错茶伊个无写伐木，错茶写起就是甲即个茶切断尔吼。但是错树就伐木诶意思，就是甲树啊错落来吼。当然你嘛会当讲扑茶啦，你会当讲扑树啦，但是我就感觉无迄个伐木迄种意思，敢若有甲树枝砍断的迄个意思尔，吼。规章我拢会讲错茶、错树啊，吼。若敢若是扑一支两支尔，叫做扑啦，我的意思就是安尼啦。但当然，我这语感是我个人的，我看历史典嘛，无拢无安尼解说吼。监理典看者吼，看监理典。错，我先对扑开始 ，PHUT。扑死扑树枝吼，扑树枝有无吼？正插倒扑吼，正插倒扑，左劈右砍的吼，就是安尼讲正插倒扑吼，南山扑吼，好，这是扑。有手指的扑，过来是错 ，CHO 第三调。伊无例句，伊有啦，有后壁有吼，伊错、站、做、压制。下固类错茶，安尼尔，安尼跟咱安尼尔，你看有，好啦，来，转来第二只讲吼，
今日咧写两张批去南部叫南部一张叫船只的目工 John Skipper， 也同时寄互伊以及含伊做伙斗阵的人14、2份的食物甲即个饮水吼。应该是读做 in 嘛吼 ，I am 才对吼。我查者，前几工才查个，佫袂记啊。饮水吼。汉字打给你，读做 in 吼 ，I am 吼。饮水，批里命令伊讲，爱甲迄寡喷落来的茶，尽量载去到万丹的海边啊，吼，万丹，万丹，安所以应该读做万丹咯。我是拢用台语音去读变做万丹，但是看伊的原文的音标音是标。万滩，万丹乡无外海啊！我即么看吧，迄个万丹乡无外海啊。万丹伫高平溪吼，下淡水溪啦哈，下东边吼。西边是大寮，高雄大寮吼，东边是万丹吼。我较早伫大寮，我近大寮遮大过啦。大寮边仔就凤山嘛吼，我是住伫凤山啦，离大寮袂介远吼。啊，过即条下淡水溪过即条板桥啊，就是迄个万丹吼。啊。即条溪是南北向嘛，所以过来南是绕过倒位，新园吼，东边即只万丹，就过来就新园吼，万丹吼，歹势在地人若知影，还是讲知影即大家安怎讲再甲教一下吼。万丹新园，啊，倒手边是大寮南园，应该是南园吧，林园吼，大寮林园吼，啊，万丹新园吼，安尼。啊，林园出去才是林园才是外海嘛吼，新园嘛外海吼，新园南边就是东港吼，东港就迄个土路掠土路最有名诶东港。好，转来第七只吼，批里命令伊讲爱甲迄寡。扑落来茶尽量载去到万丹的海边啊，以便会当用3万，就是载去即个拄则讲的即个华东港甲新园即个出海口遮的款哈，遮是啥物所在？即条叫啥物溪啊？即条叫做东港溪啦，就是即个拄则讲迄个下淡水溪。高屏溪含即个东港溪要挖吼，伫出海口要小挖吼。以便会当叫因甲载去即个万丹的海边啊，以便会当用舢板载去装上阮的大篷船，对遐载来到台湾遮吼，台南遮吼。另外一张寄互政务员 Norton。用来命令伊讲，爱定定注意监督迄寡咧错查的是哪人吼。若是有超出许可证的范围来错查的吼，爱看程度吼来甲因处罚12里尔、15里尔、20里尔，或者是30里尔，或者是搁较侪罚款，互因毋敢随意来错查吼，完全来错。约定的茶送来处队吼，交一批纸单互新仔生意人吼，就第二遍写的即项代志啊。
今仔日有5只篷船对楚地出航前往厦门坐伫200个大波，载去4434斤鹿仔肉，3440斤咸鱼，960斤白糖，170斤油，12000斤糖水，1300斤乌鱼子，3275尾乌鱼，6543斤乌糖，170担盐，80担鸡蛋鸡蛋，80袋油豆，52斤虾仔粉，11斤果酱姜母啦吼，69斤鹿仔骨吼，10担地麻，54袋籽，不知啥物籽菜籽，15袋小绿豆蔻。即个绿豆蔻到底是安怎读法吼？我迄讲，我进前捌伫迄个 IG 的即个 Real 内底有看过，吼，迄导影片，看一个药房中药房的头家娘，你讲即个物件啦。啊，但是我知影伊毋是读绿豆蔻，伊是读做啥我袂记啊。绿豆蔻、绿豆蔻，毋是，我袂记啊吼。绿豆。今仔日也有2只篷船出航前往烈屿，坐70个大波，载去7710斤鹿仔肉，940斤虾啊，1780斤鱼，80斤鹿仔脚，300斤糖水，6袋芝麻，850斤乌鱼子，16680尾乌鱼，32担盐4呐，具体啊5呐，即个姜母，1呐沙鱼，6袋油豆，4担地麻吼。正月27号礼拜日，安晓日敬拜主，规工拢是好天，透北北西风。有几只篷船因为海上风力太强，无法度去到西南沿海，所以转来入港。其中有一只失去了伊的大桅杆，佮甲一批即个，佮甲一批货物弹出船外，真惊险，转来到即个港内吼。正月28号礼拜一，透早平静，微风对西方吹来，你是对北西方吹来，真好的天气。我中昼的时阵，阮写一张简短的批寄去猪肉山，互政务员 Lenius， 命令伊对遐送100支手夹的一个鼎啦吼，来遮吼，这是要做正做，就是要做灌汤用的啦吼，迄个鼎啦。以便伫将要举行的地方会议内分发予新选出来的酋长，别无其他的内容吼。对，写一张批叫迄个伫猪肉山伫嘉义吼，即嘛嘉义诶政务员吼，交代伊即样代志，交一批护照予西南生意人。今仔日福尔摩沙议会召开会议。农夫来议会请求讲，因为因的签文来滞销吼，滞销我看要哪讲，滞销无销啦吼，你哪讲？台语吼其实是安尼讲吼。我看觅啊，来先甘利店查遮即个字要读吼。字就是哎呀，较早我读查几啊遍我袂记诶。D 啦 ，D 第七条 D，T 吼 ，D 甲 T， 最坚定叫做 D， 水闸阻止叫做 D 吼。我看。台语大词典有用的即字汉字无？台语大词典的音是度吼 ，tu 第3条度。比如讲渡水就是水停留无咧流啦吼，渡水。较早阮做田的吼，会渡水，就是甲即个田水沟内底的水。甲做起来，
做吼，用动词用做吼，做起来，互伊水袂流渡水就对了。即阮就讲叫渡水啦吼。渡水要安怎要安怎？我煞袂记要安怎讲吼。渡水就是要互产用水啦，但是我煞袂记要安怎讲吼。哦，渡水，即个渡流吼，渡吼。OK， 挡袂牢，袂砍伫，讲做渡袂牢吼，渡吼，渡水渡一阵人，渡条咧，渡咧讨，渡伫心肝头，食了去渡条咧吼。讲我巴肚肚肚，巴肚肚肚是啥意思？华语要哪讲？我袂是真想袂出来吼。巴肚肚肚，就是即个肚吼，滞销即个滞吼。好，过来我看滞销代表要安怎讲？恶销 ，Marino 恶销。消无路的粮食吼，消无路的粮食，伊若收一个书遮尔长。你若要直接读即个汉字是渡销娘，消无路的粮食。好，台华线顶书顶有无销冷门货吼，白痴啊对啦，我拄则是咧想即个想袂起来吼，白痴啦吼。盾漆，人讲盾漆吼，盾就是来甲盾吼，啥对应的吼？盾漆、白漆吼，歹饲草吼。好，转来日字，讲因为因的签门，讲一寡最残人啦，来议会请求啦，讲因为因的签门白痴嘛吼。销无路嘛吼，所以呢，切每一道只敢若卖18号吨，10个号吨，叫做一个200J，所以就180仙，我歹势10仙叫做一个200J，所以180仙吼。每一道册只敢若卖180仙到170仙，或者是更较好、更较少的计数吼。所以，请求伫负担合理的出口税的条件之下，允准册来出口，因为伫倒来白痴啊嘛，伫倒来销无路啊吼，允准册来出口。对此一直决议，为着要帮助即寡落落的农夫。即个人现在主要是挖靠册的收成来咧生活吼，所以会允准所有的人拢会当自由输出米甲册，但是必须要向公司缴纳出口税。米每一道8个 stuver 就是一个 stuver 5仙，就是米每一道80仙。税金吼，扣遮重哦！你一道才卖180仙尔，你著甲扣40仙了呢。安尼是偌济啊？40仙，180仙，22%，出口税22%。切每一道4个，就是4、5、20仙吼。每道20仙，米一道80仙，40仙啊，切一道20仙。这种情形将会继续维持到计数回升到通常的26个度 budget 是就是260仙为止吼。所以计数拉较侪吼，伊讲当起到260仙的时阵。
到时阵切的或者是米的出口吼，将会搁再禁止，或者是照警方需要看情形的需要来提早禁止。台底的北商生意人，毋是台底的北商西南人敖哥请求甲猪肉的卖价对一斤25仙，一斤25仙，提悬定做30仙。若无，伊将无法度来支付最后一期的罚金，因为今年有真侪猪被遐尼侪船买去吼，抑佫有就是量即嘛少啦吼，抑佫有其他意外事故，致到伊毋若少买着猪，抑佫因为进价提悬，对此议会加以考虑了后，感觉伊的请求公正合理，因此为着要互公司减免欠债的代志，而社会应该也袂安怎来反对，所以决议允准上述迄个敖哥的请求，对现在开始到今年年底罚期结束的时阵，猪肉计数啦吼，一斤会当卖到30仙。阮有寄一张批去互南部互迄个船只的木工叫做 John Skipper， 就之前讲迄个木工。甲伊讲，西南人的长老何斌的公司去遐搬运公司所铺的茶的时阵呢，所出错的茶的时阵呢，不得为难，因颠倒爱命令其他的西南人的公司爱用因的牛车来帮因来搬运。要暗嘛昨昏来入港迄寡篷船又搁用篷出港咯。正月29号拜二。早起天气良好，微风对北方吹来，迄只领港船对南部载着去遐监督渔夫的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Luswinkel 和 Cornelis Wickstorp 转来港内，因讲伫遐咧掠鱼的代志，即嘛已经大部分拢结束了。今仔日场官由队长 Thomas Pedo 陪同去了赤坎一抓，你是大王。对北方吹来强风，正月30拜3，天气甲风和昨昏相像。今仔日发布公告，说明迄个台猪的西南人北商，一直到今年年底罚期结束，会当踮咧取代台湾猪肉一斤30仙，取代25仙的计数来出卖。有一只篷船对取代出航前往南部，坐8大埔载去100担盐、50罐烧酒、100捆稻罐、15拿糖、100片的面包、100个大碎、1半的饭碗、100个碎的饭碗、100个烤焦8担地麻、30袋米、4捆纸、4桶糖水，又搁10罐的糖水。正月31号拜4，正月结束啊！吼，同款的天气，早起平静。你是了后有风对北方吹来，有4只篷船对取代出航前往厦门，坐220个人载去5806斤鹿仔肉，8520斤咸鱼，5340斤白糖，23625斤乌糖，6655斤糖水，500斤福尔摩沙的甜，4袋芝麻，320斤乌鱼子，27400尾乌鱼，20袋油豆，130袋子，106担鹿仔骨，9拿果酱，4拿具体2拿木棉，15担盐，3拿碎豆肉，1200个油豆饼。有2只篷船对取代出航前往烈士，坐60个人载去1000个45斤乌鱼子，12100尾的乌鱼。3队有3只篷船对烈士来遮，坐58个查甫甲5个妇人人，再来81担盐110个大碎，1半的饭碗，11捆的粗纸，190
190领草尺，30包面布，又搁110匹面布，100支的油纸线，800捆的稻罐，4只马，8担铁啊，3担钉啊，5拿柑仔。今仔日也有4只芳船对厦门来到遮，坐143个查甫甲6个查某人，再来233担盐，5个糖蛙，130个大碎，1半的饭蛙，50个大碎1/4的饭蛙，62包薰草，50斤油，550对梨花梨啦梨花梨牛耕田迄个梨梨花，200个烤食是2拿精美的地鸭啊，17500倒遐，16包面布，50支条啊，38罐老酒，60匹的精美的抹布，20拿的柑仔，50支茶条，4担果酱，4斤天的丝线伊些缝丝360领的草尺。对厦门来的即寡芳船早的消息来讲，几工前伫咧厦门市有3个互相挖军军挖，藏着好药的即个土库，毋知影是被谁操弄，或者是因为啥物缘故来导火，随时爆炸起来，火焰冲天，互附近真侪厝拢倒去，伫咧即个瞬间，读做瞬吧，我查看觅啊。读做顺顺第3条顺。伊白话读法是泥啦泥目泥一个但是瞬间嘛读册音瞬间。我看即个字伫大理大书顶有用着无？即个汉字是泥，都拄则讲泥巴去的泥另外是刷有写刷SOAH 第8条目一个刷过年到，目一个刷过年到，刷一个就到。伊嘛有读顺就是第3条顺瞬息间好，转来遮，伫咧即个瞬间倒去的超过1000人，就是即个瞬间就是爆炸时阵厝倒去的即个瞬间超过1000个人被地死伫咧附近的即个河药的魔方啦无方无石无嘛魔方，甲即个军械库呢工作的迄500个人，无一个幸存啦就是无一个活的全死迄个爆炸所引起的震动非常之大到当时伫咧距离遐有一段路程的水上的人也感觉到这个震动震动就对了即阵互人真惊叹的代志，阮伫咧厝地必须爱谨记勿忘就是爱记互牢，毋通袂记即恐怖的代志就是浩瀚大地这2个互异的因素，却遐尼啊共款，会互咱遮侪人来丧生就是好，就是讲即个爆炸啦，含大地就是讲地动啦，这2个完全无共的物件，但是会当互人遐侪人来死去阮旧年伫厝地，就因为水甲风来丧失了，共要含因即厝所丧失的共款侪人命的人命佫会记得讲，旧年水迄个风台水淹起来无，死足侪人一
一阵足大阵伫咧台南遮吼。愿阮的上帝吼，阮的主来保守，互阮将来袂阁拄着即种代志。因还佫讲，国庆爷的大部分的军队被派去南平攻打塔坦人即个喀库尼的即个祭石位吼，即个所在是安怎？即个字安怎读我佫袂记吼。祭就是石碑的祭啦吼。它所以结吼，九方十方九方吼，就是结九位吼，结爱读做变调变结啊，结九位啦吼。但你读书顶无即字吼，结九位。讲国庆爷大部分军队被派去南边攻打塔坦人喀库尼的结石位。国庆爷家己留伫咧厦门市内，因为讲今年有8只航船对厦门出航去马尼拉交易，无其他的消息。好，以上加个啦吼，我看一下李哥记了有交文无？记了有交证无？有哦，李哥28天拢有记吼。咱明仔载再对2个初一开始读起吼，一共500年，佮读1个月就结束啊吼。啊，过来就是1658年煞敢若就是1661年的款啦，我记得是跳3年啊，对哦，1658年读煞到1661年啊吼。但是尾啊，算过来荷兰人算过来尾啊第2档啊啦。咱后个月，咱即个月2个读煞，就剩2年啊吼。OK。